happy to report that Link managed to deliver a solid set of results. 件嘅成績，呢個要歸功於領展嘅管理層同埋整個團隊。你會見到每單位嘅股息呢係按年增加3.7%，但係我哋見到呢估值已經係受到一啲壓力啦。我哋預期未來一年嘅環境呢會繼續充滿挑戰㗎。咁有鑑於此呢，我哋已經展開咗多項措施啦，就係希望加強我哋嘅抗逆力同埋效率，嚟到保護未來嘅 DPU， 因為呢樣嘢會繼續承受進一步壓力。咁其中最重要就係長期多元化嘅策略，呢個係有助於呢保障我哋近年來嘅盈利。我哋會繼續呢係推進呢個策略嚟到支持我哋嘅盈利嘅質素嘅。我第二張投影片呢，就係提供更多詳細資料啦，就係關於我哋全球同埋本地我哋來年業務嗰個狀況。展望未來，我哋預期香港同中國內地嘅租值呢喺今年呢係轉為負值，情況會繼續充滿挑戰嘅。咁係好難呢預測貿易同埋地緣政治嘅動盪增加對全球經濟、市場、消費者信心同埋利率嘅確切影響。咁呢啲全部都係呢對於我哋業務係好核心嘅。同樣亦都好難預測經濟增長幾時會回穩。為咗應對呢一啲挑戰呢，我哋專注喺我哋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以及經濟週期中證明具有彈性嘅重要基本因素。為保障單位持有人嘅回報，管理層得到董事會支持呢已經係實施咗幾項措施啦，包括營運效率同埋降低成本嘅努力。咁喺呢一次簡報呢，亦都會詳細介紹。與此同時呢，我哋亦都係不斷檢視多樣化嘅機會，包括呢回收同埋係再投資到新嘅資產同埋地區。咁因為咁樣呢，就會令我哋可以保護我哋嘅收益，同埋建立一個長期經濟上可持續發展嘅業務模式。但係呢，任何新嘅投資呢，都需要呢絕對係強有力，我哋先至會呢係去進行嘅。我哋喺今日嘅簡報中呢，會重點介紹我哋呢方面取得嘅一啲進展。正如一開始提到啦，領展嘅呢一個財政年度嘅業績呢係穩健嘅，加強咗我哋喺宏觀環境不明朗、業務挑戰加劇嘅情況之下嘅韌力。咁我哋呢好開心能夠喺有再新一年呢係為單位持有人帶嚟可分派金額嘅增長。我哋必須要強調呢部分正面嘅貢獻呢係屬於一次性嘅項目嚟嘅。雖然 DPU 呢係同比增長3.7%，但係每單位嘅資產淨值呢係下跌9.6%嘅同比。呢個主要由於利率上升導致大部分市場嘅資產淨值擴張，令資產估值下降嘅。咁我哋呢係保持咗強嘅財務狀況啦，我哋嘅淨負債比率呢係好低，喺21.5%。除此之外呢，我哋仲有穩健嘅信用評級，同埋呢係具競爭力嘅融資成本，為迎接未來嘅挑戰呢係打下堅實基礎，亦都讓我哋能夠把握未來潛在嘅機遇嘅。咁而家我將時間交俾 George 啦，就係會反思呢即將嚟到嘅領展上市20週年紀念，亦都會提供更多有關過去一年管理層所關注嘅主要措施嘅資訊。多謝，好多謝主席，各位下午好。領展喺過去20年呢係不斷發展啦，積極嘅管理同埋資產回收係推動住我哋嘅增長。自2015年起呢，我哋嘅業務擴展到去中國內地啦、澳洲同埋新加坡㗎。咁強化咗我哋嘅多元化嘅策略啦，亦都鞏固咗我哋作為亞洲領先嘅房地產投資者同埋管理者嘅之一嘅地位。喺呢20年裏面呢，我哋取得咗好多成就，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啫。我哋而家處於領展發展嘅重要而且令人振奮嘅支點，喺領展3.0之下。喺呢度呢，你可以見到呢領展呢幾年嗰個嘅物業組合呢係經歷重大嘅轉變啦。喺我哋做 IPO 上市嘅時候，我哋嘅組合呢係包括81%係零售啦，19%停車場，咁而且全部呢都係喺香港嘅。而過去咁多年呢，我哋不斷轉型啦，而且呢就係變得更多元化㗎，喺唔同嘅地區同埋係房地產類型上面。
我哋持續咁展示咗呢，我哋係能夠呢係解鎖價值嘅，為我哋嘅單位持有人，即使喺充滿挑戰嘅時期，例如係全球金融危機啦、新冠疫情嘅時候啦，同埋香港社會動盪嘅時候，自從2005年以嚟呢，我哋嘅年化總回報率呢係10.9%，表現呢係優於恒生指數同埋恒生地產指數嘅。我哋嘅物業嘅價值咧，亦都係增長超過5倍。自從我哋嘅 IPO 後，呢個圖顯示咗我哋呢係10年前啟動咗我哋嘅多元化嘅作業，讓我哋呢喺過去幾年持續增長啦。並且呢係成為越嚟越大嘅比例，喺我哋即係嗰個 NPI 成為越嚟越大嘅比例。展望未來，我哋繼續呢就係會進行進一步嘅組合嘅優化啦。透過我哋嘅領展3.0策略。咁呢樣嘢呢，我哋稍後亦都會再提供更多嘅資訊。我哋對於創造價值嘅承諾，反映咗業務嘅各個層面，包括呢係我哋資產提升嘅能力啦，亦都係有營運嘅效率支持啦、社區參與啦同埋創新㗎。我哋良好嘅退出嘅記錄同埋多樣化嘅領展地產投資組合呢，係我哋成功嘅主要嘅驅動因素。如果想睇更詳細資訊呢，可以參考我哋嘅年報快會發布啦。年內呢，我哋採取咗多項策略性嘅措施嚟加強我哋嘅韌力。咁而家等我呢重點講其中幾項啊。嗱，咁呢一年呢係好繁忙嘅一年啦。對於我哋嘅組合優化方面，我哋繼續呢係改善我哋嘅營運效率嘅。Greg 呢會喺佢嘅部分呢係提供更多詳情。至於我哋嘅投資管理業務呢，我哋已經建立咗泛區域嘅團隊同埋一個基礎設施啦。咁呢個基礎呢已經係打好咗啦，為呢個業務。最後呢，透過提名委員會啦，董事會呢係作出咗新嘅任命，包括主席同埋獨立非執行董事嘅。而家我將時間交俾 KS 呢，就係分享最新嘅財務狀況。多謝 George， 各位下午好。我哋喺投資組合裏邊見到穩步嘅成長嘅，喺2024-25財年。咁喺香港呢，我哋嘅總收益同埋咧係物業嘅淨收入都係錄得增長，呢個主要係由於零售業績相對較佳同埋節省公用事業開支所致。喺中國內地呢，總收益同埋 NPI 呢都係上升，呢個主要係受惠於呢全年嘅貢獻係來自呢七寶領展廣場嘅。海外方面啦，我哋零售資產喺新加坡同埋澳洲呢都係錄得接近係100%嘅租用率，同埋係正面嘅呢一個續租租金嘅調整。我哋嘅低資產負債比率咧係有助我哋保持借貸成本嘅競爭力，抵禦估值下降嘅風暴。第一陣我會講多啲細節關於資本管理同埋估值方面嘅。呢張幻燈片裏邊呢，我哋展示一個簡化版嘅我哋嗰個嘅損益表。雖然我哋嘅一般性同埋行政費用呢係同比增加19.5%，主要係由於呢長期嘅誘因計劃或者獎勵計劃嘅調整、法律同埋顧問費用啦，同埋因為探索併購交易而產生嘅未資本化嘅開支所致。如果不包括呢啲項目呢， G&A 呢就會係增加咗6.9%。咁另一項值得注意呢，就係淨財務成本啦。呢個增加主要係因為收購咗呢係七寶領展廣場。如果撇除呢一個成本呢，淨融資成本或者財務成本呢就會係下跌1.4%，由於有效嘅利率對沖啊。最後呢，就係資本管理啦。我哋穩健嘅財務狀況得到好好嘅支持，因為我哋有健康嘅資產負債表。呢一度睇到主要嘅指標啦。截至2025年3月31日呢，淨資產負債比呢仍然係偏低，而平均嘅借貸成本仍然係好有競爭力嘅。固息嘅債務比率呢喺50%至70%嘅上限範圍，我哋會繼續密切注意利率嘅變動。咁我哋嘅財務嘅穩定性呢係通過外匯風險管理加強，包括廣泛對沖非港元可分派收入同埋海外嘅資產嘅。好，而家將時間呢就交俾 Greg 嘅，多謝 KS。咁等我哋先呢就係開始睇睇我哋香港零售分部嘅表現啦。
喺香港嘅零售業務呢，係見到競爭加劇啦、成本上升同埋跨境旅遊嘅情況之下啦，係面臨市場廣泛挑戰。喺呢個期間，香港零售業總銷售額下跌7%嘅。鑑於我哋專注於食品同埋非呢個自由行交易啦，領展組合嘅組合銷售額喺同期嘅跌幅較低3%。咁全年租賃呢一個續租金調整呢，就係略為轉為負稅2.2%。由於超級市場同埋中式餐廳類別持續受壓，我哋整個投資組合嘅租用率呢係保持穩定，維持喺97.8%呢個穩實嘅水平，確保穩定同埋可預測嘅收入來源。我哋嘅收益按年增長1.5%，咁樣嘅成績證明我哋嘅組合係具有持續嘅適切性同埋彈性。我哋嘅宗旨係為香港市民提供服務，滿足佢哋日常嘅基本需要嘅。為因應不斷變化嘅市場形勢，我哋繼續努力進行租賃嚟到滿足新興需求，優化我哋嘅租戶組合。呢個財年呢，我哋成功簽訂咗600份新嘅租約，包括為我哋投資組合引入咗200多間新嘅企業，同時將到期租約嘅保留率呢維持喺80%左右㗎。此外呢，我哋都係專注喺新興嘅趨勢啦。咁就尤其是喺快餐同埋係其他嘅餐飲類別啦，仲有家庭娛樂啦、中醫診所啦、傳統中醫診所啦，嚟到豐富我哋嘅產品同埋帶動人流嘅。透過策略性咁管理我哋嘅新嘅租戶客戶關係，喺香港、中國內地同埋同國際嘅品牌啦，我哋致力咧提升我哋零售資產嘅吸引力，同埋緊貼消費者嘅喜好㗎。咁好啦，而家講下香港嘅停車場同埋相關業務啦。我哋達至呢就係1.7%按年同比嘅收入嘅增長，主要係由於呢係收費上升㗎。喺年內呢，我哋引入咗新嘅停車場系統，旨在提高營運效率同埋最大化使用率㗎。呢一套呢係由 AI 驅動嘅系統啦，讓我哋能夠呢係試行動態定價方案，同埋推出新產品同埋服務㗎。咁其中一樣呢，就係我哋 OneLink 嘅通行卡，就提供劃一嘅月費率，容許通行卡持有者呢喺指定停車場嘅小時停車位嗰度停車㗎。呢個產品呢，就證明非常受歡迎啦，我哋客戶之中。自從近期推出之後，我哋會繼續開發創新嘅產品嚟提高收入、使用率，同埋呢係增加呢汽車嘅流量㗎。而家呢，我就將焦點呢轉移去中國大陸嘅內地嘅零售組合。喺年內呢，中國消費者嘅支出呢仍然相對低迷，組合嘅表現呢喺南方同埋北方呢就好唔同啦。我哋南方嘅資產呢繼續錄得強勁業績，而北部嘅資產呢就係喺較疲弱嘅市場環境下面對不利因素。租戶率呢係維持喺穩健嘅95.9%，續租租金調整呢就喺上半年嘅負3.2%改善到負0.7%嘅。喺全年，如果係唔計北京中關村領展廣場，我哋呢係進行緊一啲嘅工程，整體我哋成個零售資產嗰個租金續租調整呢係強勁嘅7.6%。去年2月，我哋呢收購咗餘下50%權益係七寶領展廣場啦，喺上海。我哋好開心能夠成功整合咗呢個資產，同我哋好有經驗豐富嘅團隊啦，係入去我哋領展。我哋繼續透過積極嘅資產管理同埋策略優化，提升內地投資組合嘅表現嘅。接落嚟呢，就講下我哋國際零售組合啦。咁首先新加坡啦，有99.6%嘅高嘅租用率，顯示咗呢係相互強勁嘅租賃需求，包括新進市場嘅海外零售商，尤其是呢係餐飲嘅類別嚇。整體嚟講呢，新加坡郊區零售業嘅持續需求，加上我哋商場嘅優越策略性嘅位置呢，喺呢段期間呢帶嚟17.8%嘅強勁嘅續租租金調整。喺澳洲，我哋嘅零售中心亦都維持接近呢係99%，差唔多全面嘅租用率。生產力受惠於持續引入新品牌嚟到優化我哋嘅商業組合，同埋悉尼
中央商業區整體人流增加同埋整體活動暢旺啊，嗰度我哋有3個物業，所以商戶嘅銷售額年比係增長7.7%，我哋取得4.3%喺到期嘅租約嘅呢一個續租租金調整。除咗澳洲呢啲正面趨勢外，我哋都注意到收入增長係受到每年加權平均4.7%嘅租約加成所支持嘅嚇。睇翻我哋嘅國際辦公室投資組合啦，我哋有比較長嘅 WALE 係4.4年啊，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支撐咗我哋嘅韌性。澳洲市場中小型辦公室租戶對投機性裝修反應熱烈嘅，就協助加快租賃流程同埋減少租戶嘅摩擦，從而支援租賃結果同埋提高租用率。悉尼寫字樓市場有利嘅供需嘅勢態呢，預期亦都會可以支持租賃嘅活動同埋淨吸納量產生正面支持。鑑於中短期內新供應嘅樓面空間有限。喺中國內地物流方面呢，要多謝我哋租務團隊嘅努力啦。呢個組合呢，繼續維持呢高嘅呢一個租用率97.4%，5項資產中有3項幾乎全部租出，但係對新空間嘅需求仍然呢係參差不齊啦。我哋嘅項目管線呢，我哋有喺香港呢係大約23億港元嘅香港零售同埋1.8億人民幣嘅中國內地零售項目㗎。我哋主動呢係發掘資產價值。而家呢，我哋嗰個嘅資產提升嘅項目主要係由租戶主導，規模比較細。相比我哋歷史上所做嘅，今年我哋達到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家咧，香港有超過3000個公共電動車充電點，同埋58個太陽能發電嘅系統喺香港。咁咧，成為咧令領展成為最大嘅公共電動車充電點私人供應商，同埋領先嘅私人太陽能發電營運商。我哋計劃繼續咧擴大我哋嘅覆蓋範圍，以進一步嘅電動車銷售點同埋太陽能光伏陣列啊！我哋對於可持續發展嘅積極態度，確保所有措施咧都能夠配合我哋嘅業務優先，同埋帶嚟咧營運嘅效率嘅。減碳方面呢，我哋持續投資喺節能措施，令到我哋嘅碳強度呢係降低咗21%嘅，相比2018-19年度呢個基準，亦都係今年節省咗880萬港元嘅能源啊！喺氣候適應力方面呢，我哋唔單止保護我哋嘅資產，仲係創造財務價值嘅。主動呢同保險公司呢係傳達我哋嘅防洪工作，令香港嘅財產全險保費減少11.7%。透過呢次嘅逐步呢，我哋亦都成為亞太地區第一間擁有可持續發展連結保險嘅房地產公司。接落嚟呢，我將時間交俾 George 講下展望。多謝 Greg。為咗係因應主席喺開場發言嘅時候指出嘅挑戰啦，我哋呢就係專注於呢係控制我哋可以控制嘅範圍內嘅事項。為咗保障單位持有人，管理層已經實施咗多項嘅對策，包括提高營運效率同埋降低成本啦。與此同時呢，我哋亦都係保持住廣闊嘅視野嚟到尋找機會呢去分散多元化，去到新嘅資產同埋地域。長期嚟講呢，我哋係審慎執行策略，奠下基礎呢係為我哋長期嘅增長。我哋會繼續呢係投資，係謹慎咁樣投資喺未來增長嘅動力嗰度，尤其是係組合優化啦，同埋喺房地產投資管理嘅業務嗰方面。而家呢，我就簡單咁樣更新下關於我哋領展3.0嘅策略。之前提到啦，領展3.0呢個策略目標呢，就係提供一個強有力嘅REIT 加嘅投資，就係透過呢係強韌嘅回報，同埋提高呢超過平均嘅呢個盈利增長俾單位持有人。有兩個主要嘅驅動力量喺領展3.0策略下。首先，我哋會繼續優化領展房地產信託嘅組合，通過主動嘅管理同埋多元化。我哋一直咧積極咁樣咧係去揾機會啦，通過咧就係回收同埋收購嘅機會。我哋要利用市場嘅機會，尤其是喺我哋嘅焦點市場，包括澳洲、新加坡同埋日本。咁我哋亦都係咧檢視好多呢啲機會啦。咁我哋係維持審慎㗎。我哋咧只係會當呢啲機會咧係
正確亦都係強大嘅時候，我哋先會採取行動。其次，我哋會繼續擴大我哋嘅房地產投資管理嘅能力，喺我哋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下嚟到呢，就係提供服務呢，俾唔同嘅資金嘅來源㗎。我哋好開心呢，就係正式推出咗我哋嘅基金業務。就係領展Link Real Estate Partners， 我哋繼續咧探索好多其他唔同方式嚟到咧係分散我哋嘅資金來源，同埋亦都同唔同嘅資本夥伴合作，包括咧係檢討機會啦，睇會唔會可以加快咧我哋擴展房地產投資管理業務，就係通過有機同埋即係話非有機嘅一啲工作措施。而家交翻俾 Duncan 嚟到咧係帶領我哋嘅問答環節㗎。各位，多謝你哋嘅報告。而家進入問答環節啦。請大家如果有問題嘅話呢，就請舉手。喺問問題之前呢，請你介紹你自己嘅名同埋你嘅代表嘅傳媒機構。咁傳媒亦都可以呢線上提交問題。因為時間嘅關係呢，請大家唔好問超過2個問題嚇每一次。如果係關於財務業績嘅問題，會先處理。其他問題呢，就如果時間許可先會答㗎。朋友可以舉手示意，同埋話俾我哋知你嘅名同埋傳媒代表嘅傳媒機構。你亦都可以透過網上邊去提問。由於時間關係，希望各位每次發問不多於2條嘅問題。我哋亦都會優先回應同業績相關嘅問題。其他嘅問題，如果喺時間許可之後，我哋會處理㗎啦。咁多謝大家合作。咁如果有問題，大家可以舉手嘅。有冇台下有冇問題？有冇問題？係呢位先生係咪？係你好，我係明報嘅 Wilson， 想請教翻呢關於嗰個新成立嗰個 LREP 嗰個項目啦。咁呢，我想睇翻今年會唔會見到有第一批嘅項目會係正式可以參與管理啦，同埋 target 嗰個 AUM 呢係會諗住有幾多？咁至於個 source of 嗰個 deals 咧，主要係來自邊一方面？可唔可以有一個初步嘅概念咧？咁第二樣嘢都想請教翻喺香港同中國嗰方面嗰個租務，咁就都見得到就係嗰個續租嗰個情況都少少，仲係有到壓力嘅。咁今年嗰個情況會唔會見到有個舒緩嘅狀態咧？咁同埋會唔會都見得到？可以即係慢慢上升翻，咁個 occupancy 嗰方面嗰個 outlook 會點樣？好多謝。Thank you。好多謝嗱，2個都係好好嘅問題嚇，幾個問題啊，其實同埋你主要係2個問題啦。咁而家呢，我呢就會將第一個問題交俾 George。然後之後就請阿 Greg 咧就講嗰個問題嘅第2部分，關於香港嘅續租租金調整。第一點我想講，作為一個嘅最主要嗰一點就係話關於我哋投資管理嗰個概念啦，就係有好多好嘅進展已經咧係作出咗啦。咁團隊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噶。咁但係咧領展呢係唔會作任何評論關於具體嘅募資籌資或者係具體嘅 AUM 嘅規模。咁我哋咧會講啦嚇，就係我哋會聚焦喺表現啦。我哋總係淨係會聚焦喺投資喺一啲資產呢，係會俾到我哋嘅單位持有人呢好嘅回報，通過我哋嗰個嘅房地產投資嚇。業績到而家其實我哋做都個進展都非常之好啦。所有準備嘅功夫都做晒。咁或者大家唔為意嘅就係，雖然我哋一直都有管理領展房託啦，咁但係管理一個私募嘅基金，其實嗰個文件啊、所有嘅架構啊、各樣嘢都要重新要再嚟處理，咁所以都要花咗成超過1年嘅時間啦，咁已經做好晒。咁另外有可能大家都睇得到唔同嘅公佈，我哋喺新加坡、澳洲、日本都加咗一啲人係做對呢個投資嘅，咁所以團隊啦、架構啦、文件啦嗰樣嘢咧都準備咗就緒。咁佢主席咁講啦，即係實際嗰個
籌募資金嗰個過程就因為法律原因，我哋又未必可以再詳細啲去講。咁當然有適當嘅時候可以講得到嘅，你亦會盡快知道嘅。好啦，咁啊講到呢關於香港呢個問題，仲有中國內地啦。主要我想指出關於香港嘅一點呢，就係話其實係非常挑戰嘅12個月啦。從零售銷售嘅角度，香港嘅市場跌咗差唔多7%。咁我哋啱啱解釋咗啦，我哋嘅影響冇咁大啦，我哋只係呢負3%，從銷售嘅角度，咁呢個係即係話對於零售商施加咗壓力。咁我哋喺香港大概呢嗰個續租租金調整係負2%啦。如果不包括北京嗰個物業呢，我哋而家進行緊中國內地一啲嘅工程，咁但係中國內地個續租租金調整係正數。我哋相信嚟緊呢仍然係會有壓力㗎喺續租租金調整方面。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好專注嘅就係要保持我哋嘅租用率，我哋可以維持我哋嘅租用率喺香港同埋喺中國內地喺期間裏邊，咁呢個肯定係我哋來年嗰個嘅焦點。咁如果係個即係犧牲係話喺短期有一啲嘅負面嘅續租租金調整呢，我哋已經係準備好啦。我亦都想指出，我哋有長期嘅合作關係同一啲零售商，唔單止喺香港同埋中國內地，最近期呢喺新加坡亦都有啦，喺澳洲啦咁提供支持同埋協助俾嗰啲真正需要嘅呢，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優先嚟嘅。所以呢，總嘅嚟講呢，續租租金調整仍然會有壓力，但係租用率呢就會能夠保持到嘅。咁係咁樣係冇問題嘅。多謝各位。咁多位你哋好，香港電台記者 Connie。我想邀請黃國龍先生用廣東話回答我個問題啊，因為電台想要中文嘅soundbite。咁首先呢個問題就係關於即係舊年嗰個香港零售組合嗰個續租租金率啦。咁同埋內地方面呢都係即係轉為負數㗎。咁啊想睇翻個主要嘅原因係嚟自邊度啦？咁嚟緊呢嗰個負數嗰個情況會持續，還是有機會咧喺今年啦或者幾時咧可以轉正翻？對於盈利個影響係點樣？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想了解翻呢，即係點睇翻香港個零售市道，以及即係未來會唔會有啲非核心資產嘅出售嘅情況？有啲咩目標？唔該晒。Thank you， 唔該晒。問題啦，咁其實喺香港嗰個零售市道就轉差咗一段時間嘅，咁領展個一直個策略咧，都係希望將個出租率咧係提升嘅，咁而咁樣可以帶動得到人流啦，希望幫得到啲租客嘅營銷環境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就做得到，即係98%嘅即係出租率。咁但係喺個租金方面呢，的確係。如果啱啱作為一比例咧，因為我哋俾咗你一個平均數係負數，作為一個比例嚟講，負數嘅租約啦，嗰個比例係的確喺過去呢一年係高咗嘅，有得加租嗰啲租約嗰個數字係即係比例嚟講係少咗嘅。咁但係拉翻勻，我哋相信即係都比起我哋同行出嚟嘅業績都唔算太差。咁你話再睇落去嚟緊會點樣？咁第一就係始終喺我哋嘅商場係多數都係家庭式嘅消費啦，有一啲嘅體驗式嘅消費啦，大部分係餐飲啦。咁呢啲咧都幫得到我哋留住好多客嘅。咁當然有好多香港嘅消費者去咗北上消費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結構性嘅影響。咁我哋都唔會覺得話，因為一個結構性影響就估話會好容易咁樣反彈翻上去，即係2017、18嗰啲時候。反而嘅就係我哋點樣同啲租客合作，去改變，譬如佢哋賣嘅嘢啊，或者租客嘅組合啊，令到迎合翻而家嘅消費者嘅需要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都有去考慮點樣做啦。咁另外嘅就係當然我哋
之前開始投資去大灣區、深圳、廣州唔同嘅商場，咁呢個亦有一個幫我哋對沖翻香港嘅零售嘅影響。係，多謝 ，thank you，多謝。嘅問題嚇，黑色衫嘅位 ，yes，in the middle。Good afternoon, Cheryl。我係南華早報嘅 Cheryl，下午好啊。咁嗱，你就提到咧領展呢就係將會慶祝20週年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下，會唔會有呢大嘅或者有意義嘅改變呢？喺嚟緊10年係我哋可以預期嘅啦，喺公司呢度。多謝，好多謝。嗱，我希望呢就係。即係喺我交俾阿 George 之前啦，我希望咧未來嘅10年呢，起碼呢就會喺好似過去20年咁樣一樣咁多事件咁多姿多彩嚇。不過呢就好難去預料任何嘅細節嘅關於改變方面，好難話有啲咩改變我哋可以好肯定。有2個重點啦係好重要，大家希望可以記得嘅。第一呢就係話經常。我哋主動積極咁樣管理我哋現有嘅組合，正如我喺發言嘅時候描述到啦，我哋係非常聚焦，即係話 Greg 同埋營運資產管理團隊嚟講咧係非常重要，要有一個咧係好聚焦嘅焦點。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咧，連同我哋投資管理業務嗰個增長一齊，咁即係關於咧係改善我哋盈利嘅質素。咁等我哋咧就唔會咁容易咧係受到任何單一嘅地區或者任何單一嘅一個專業知識咧所影響。我哋需要有一個嘅分佈，可以改善我哋盈利嗰個質素嘅。通過時間 ，George 有冇補充？Would you mind me to？你介唔介意我用英文答定係點樣？英文啦，好。嗱，喺屏幕上嘅投影片啊，就展示咗好多事情係我哋過去20年所做嘅。咁如果我話俾你知，我哋開始20年係有一個好大嘅策略，咁呢個正好呢，就係我哋預期呢係會發生，而我哋又做晒全部啦，咁我哋就講大話嘅啫。如果可以咁樣講嚇，咁所以呢，今日係好難去預測將會發生咩事，但係我哋所達成嘅呢，即係講到進入未來啦，就係一個企業文化係我哋呢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啦，我哋係願意嘗試新嘢啦，同埋呢，我哋係好有韌力嘅。喺我哋嘅組合方面啦，同埋我哋嘅團隊點樣去作出反應啦？對於過去20年裏邊都有幾場嘅危機嚇，唔單止係全球金融危機啦，仲有新冠疫情啦。我哋嘅團隊呢就話：咁好容易啫，咪清潔嗰啲商場多啲咯。咁但係呢，其實嗰度有年半嘅時間呢，我哋好難去處理或者應付就係示威，我哋冇人呢受過訓練處理呢啲嘢，咁但係呢，我哋都經歷咗啦。咁嗰啲呢都係比較呢係一啲危機，我哋係必須要處理嘅，係好緊密同我哋呢係聯繫嘅。咁我哋需要呢就係睇返全球個宏觀嘅不明確性，喺全球嘅政策方面啦，會間接影響我哋通過嗰個嘅資金成本啊、投資嘅吸引性啊，或者每日嘅營運啊咁樣，呢啲我哋冇辦法子咧可以完全預測到嗰個性質同埋嗰個強度係點。但係呢，我相信呢，我哋係有一個好有韌力嘅組合，我哋有團隊喺度，我哋有對嘅文化，亦都會呢幫到我哋好多。咁我諗好有幫助呢，就係俾大家睇啦。最後一張投影片啊，就係話呢，我哋相信喺過去咁多年呢，我哋建立咗一個營運嘅卓越嘅團隊啦，由阿 Greg 帶領啦，同埋好多我哋呢就係高層嘅人員啦。咁呢就係讓我哋唔單止可以管理我哋領展房地產信託投資，亦都係可以擴展去房地產投資嘅業務。咁呢一個呢，就可以讓我哋呢係管理啦。進一步呢，第三方嘅資本同埋呢就係擴展呢一個房地產投資管理嘅業務，係我哋講到係新嘅一個增長嘅一個板塊，即係喺呢個領展3.0嗰度，係我哋收到一個線上問題，問題係中文嘅，咁我哋會用中文讀出。報問嘅 REIT 即將納入互聯互通，市場普遍預期領展房託將率先被納入。
請問據你了解，目前相關嘅準備工作進展如何？如果被納入互聯互通，對領展有咩影響呢？咁雖然個問題有可能如果係國內嘅要或者遲啲再用普通話補翻啦。咁呢個REIT-connect 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我哋其實未有正式嘅通知，究竟幾時正式開始嘅？咁唯一我諗我哋作為覺得鼓舞嘅咧，就係香港政府聯交所講咗好多次。咁幾個禮拜前呢，就中證監都有提。咁所以即係如果雙方嘅監管機構都開始覺得呢一樣嘢係準備就緒就嚟得㗎啦，咁我哋相信個日子應該近好多。咁但係我哋就其實都未有一個明確指示係幾時候。咁我哋或者去睇翻嘅就係個問題講話對我哋嘅影響啦。咁我哋相信嘅就係領展咁多年嘅成績，對於我哋嘅穩定性，其實我哋嘅回報都係比起國內嘅 C-REIT 咧係做得更加穩健嘅。咁所以相信有好多國內嘅投資者有可能會經過呢個 REIT-connect 咧嚟投資喺領展嘅股票度。咁而因為咁呢個原因呢，我哋過去呢2-3年呢，亦係喺國內做咗好多投資嘅發佈會啊，見好多投資者啊。咁今次宣佈完業績，我哋亦會喺國內見一啲投資者。咁當喺適當時間佢哋可以投資嗰時候，咁佢就希望可以用到 REIT-connect 嘅。咁但係時間確實係大家都未清楚。好 ，thank you。想問現場仲有冇其他問題？嗰位女士。我 Now TV Melody 啊，想請教下幾位管理層啦，關稅戰啦，有冇研判到即係關稅對於嚟緊個匯率利率同埋你哋個投資嘅影響係點啦？唔該。Thank you。多謝。嗱，或者我呢亦都會將呢個問題交俾阿 KS 嘅，但係首先呢，好明顯啦，我哋係緊密咁監察住全球經濟對於我哋嗰個實際嘅影響、真實嘅影響啦，對於我哋嘅租戶或者係租用人，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影響到中國內地咧一啲顧客同埋係租戶啦。重點咧就係話領展已經係存在咗接近20年㗎啦。咁裏邊呢，亦都曾經試過有關稅戰啦，亦都曾經有貿易戰啦、地緣政治危機啊咁樣。咁領展呢，喺嗰啲期間呢，如果你查翻我哋嘅表現呢，係做得非常好㗎。亦都係呢個係同我哋嗰個嘅抗疫力嘅主題相關，或者我哋嘅顧客一啲嘅即係必需品嗰個消費嗰方面啦嚇。咁我相信呢，我哋唔會自滿嘅。領展有經歷過呢一類咁嘅場景，亦都咧喺嗰啲期間呢係表現得好嘅。KS 好多謝主席，多謝你呢個問題嚇。如果你睇咧我哋喺我哋嘅業績裏邊詳細嘅分享啦，講到外匯嘅波動呢，我哋海外投資呢，差唔多係全部係對沖咗，所以以我哋嚟睇呢，唯一嘅問題呢，就係嗰個75%港元嗰個敞口，呢個係我哋功能性嘅貨幣，咁就係咁啦，我哋冇對沖啦。海外嘅資產負債表，正如我講啦，係對沖咗啦，係我哋嘅分佈。正如我哋做我哋嘅財政預算案，我哋每年做啦，我哋都買一啲嘅遠期嚟到準備好嚇。咁呢個呢，就係對沖咗喺嗰個週期裏邊。我哋估計呢，貨幣會一個大嘅課題啊，喺呢一個美國關稅嗰方面。咁但係我就唔認為咧呢樣嘢我哋冇準備好。咁講到利率呢嘅呢一個敞口咧，作為一個政策咧，我哋一定係維持咗50%至70%咧係固定嘅。咁即係話咧喺短期裏邊利率嘅波動咧係唔會咧係不利咁樣影響我哋嘅分派嘅計劃。咁所以我哋咧就係維持咗係65%至66%係固息嘅。咁有大概1/3係浮動嘅。咁雖然係咁樣過去呢幾個星期喺香港見到就係突然間 HIBOR 咧。就係
大跌啦，咁就係好波動，但係呢個亦都係好有利嘅一個波動啦，對於我哋嚟講。咁啊，雖然咁講，呢一個浮動嘅一個月嘅 HIBOR 咁低，咁如果我想回應翻金管局嗰個警告咧，呢個咧絕對唔會係結構性嘅啦，只係臨時性嘅啫。咁所以我哋仍然係維持翻我哋嘅政策，就係管理翻係2/3係固定嘅，所以我哋應該係安全係審慎嘅。咁同埋呢一個咧，亦都係證明咗喺過去幾年啦，喺特朗普第一任嘅時候都已經係證明咗係有效啦。住嘅關於利息對我哋嘅消費者同埋我哋嘅租客嘅影響，咁所以對於消費者嚟講，如果利息係升嘅話，咁過去呢幾年都升咗好多啦。咁會唔會影響得到佢嗰個即係 disposable income 咧？可即係尤其是如果佢供樓咁剩翻可以使嘅錢會唔會少咗咯？咁當然啦，喺香港嚟講，我哋大部分嘅消費者咧都係住喺公共房屋嘅，咁所以佢冇乜供樓嘅負擔啦。咁所以利息升降其實對佢哋嘅影響唔大。反而嘅咧，我哋較為留意嘅咧就係就業嘅情況啦，會唔會失業率提升啦？另外嘅就係最低工資嘅提升啦，因為最低工資提升對我哋嘅租客都有直接嘅正面影響嘅。咁另外嘅就係我哋嘅租客啦，喺個利息如果持續上升嘅情況之下，會唔會令到佢哋嘅即係營運嘅資金提升咗啦？喺個關稅戰會唔會佢哋嘅來貨會貴咗？咁變到佢哋來貨貴咗，佢如果又唔可以加到價嘅話，咁佢哋嗰個利潤呢又會降低。咁呢啲就會影響到佢哋嘅持續性。咁所以有好多即係間接嘅影響啦。我哋都會去留意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都見到，譬如有啲租客、有啲集團，佢哋喺生意上係冇問題嘅，但係佢走去炒樓輸咗錢。咁而家嗰個集團嘅要結業，嗰個結業嘅原因完全同我哋嘅啲生意冇關係嘅。咁呢啲我哋都會去留意去研究嘅，因為我哋都要準備嘅。即係如果知道某一個集團會就嚟結業嘅話，我哋都盡早去將呢啲鋪穩定租客租出去。好多謝。We receive a question on。我哋收到一個線上嘅問題啦，係中文嘅，我中文讀出啊嚇，就係《東方日報》嘅。未來我哋係咪可以預計 Link REIT 823會有多一項收入來源係嚟自私募基金嘅呢？如果係咁，預算嘅佔比係幾多呢？多謝。嗱，簡單啲咁講啦，就會係有新嘅收入來源啦。對於新嘅即係嚟自新嘅私募基金，咁呢個呢就會增加到我哋嗰個嘅多元化，同埋增加我哋嘅盈利呢嗰個總體嘅質素㗎。即係領展嘅單位持有人就會獲益啦。咁但係呢，更加重要就係話呢，有個能力等我哋嘅資產負債表呢係可以投資，連同其他長期嘅機構投資者一齊，同佢哋共同投資喺一啲資產啊、策略啊裏邊，係即係我哋自己單獨嚟做就唔會做得到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會請大家注意呢潛在嘅效益㗎，就係有更廣同埋更闊嘅組合係。即係可以受益於有來自嗰啲房地產嘅收入，就好似我哋呢係有呢一個基金管理嘅收入，係需要啲時間呢慢慢建立嘅。咁只係一個部分，即係成個理據一個部分。點解我哋要擴充同埋尋求繼續擴充呢一個房地產投資管理業務？去提到呢樣嘢，我哋好少喺公開場合去講。但係做呢個投資嘅新嘅呢個業務呢，我哋會同一啲同行呢係有少少唔同。大部分做呢啲所謂私募嘅房地產投資嘅基金嘅經理，佢哋會擺好少自己嘅錢落去。領展嘅計劃係我哋會擺多好多錢，係一齊同我哋呢啲其他嘅投資者一齊去投。
咁個原因就係我哋覺得咁樣呢，大家嗰個利益呢係一致嘅。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對於佢哋對我哋嘅信心，或者我哋同佢同步一齊去行啦，我哋嘅決定呢會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呢一個係我相信比起我哋嘅某一啲同行嘅一個目的同埋個做法有少少唔同。咁呢個或者一個新啲嘅少少出邊講嘅一樣嘢啦。多謝。由於時間關係呢，我哋都嚟到最後嘅問題，台下有冇問題呢？想問下？請問有冇呢？講冇嘅話呢，咁我哋今日嘅新聞發佈會就到呢一度啦。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here.